我目睭爱看对倒。拢会使你挂墨镜嘞，倒躺着对，的倒倒第5调就变图啦，倒就8个调嘛。倒，我的头全部都是那个。你那头就是掏，好难哦，超级精彩的。我听到了黑石摇滚。跟大家亚维毛令亚维聊天室开门喽 ！Hello， 欢迎来到亚维聊天室。哇，我们今天请到2位超级厉害的老师，诗人周星汉老师，以及我们以前这个小护士乐团的这个主唱以及吉他手许佩文老师，欢迎2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星汉。哇，他是诗人哦。对，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佩文。我觉得你们很不轻松干嘛？主持人你好，我是亚维啦。其实以前我们就认识了。对啊，嘿啊，对，都叫阿君。阿君拢叫阿君。对啊，这一次你们带来的是台语的创作专辑，对，非常厉害。这张专辑的名称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吗？我的专辑叫做《时间的撩文》，写给多数的情歌。多数哦，原来岛屿有这多数。我来翻译一下时间的皱纹。是。然后他是唱给岛屿，哪一座岛屿？当然是我们这一块土地，有台湾岛的情歌。除了带来这张专辑之外，我们还有演唱会。是。对，听说这个演唱会会在3月份的时候，3月22， 3月22，嘿。下晡2点，在迄个河西岸门町红楼的河岸留言。我今麦要讲台语，我得先想一个，然后再翻译一下，对，先大脑先给它转一下，才有办法讲出来。那所以今天带来这张专辑，它不是只有歌曲而已，我们很像在翻一本诗集，是对不对？对，每一首歌都是诗，而且我们的创作人、我们的诗人就在现场。那在这边呢，我想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间的撩文，你们为什么会2位会怎么样开始这个合作的机缘是什么啊？这是安尼啦嘿，我几多年前参加这个董事长乐团，军董有办一个台语歌谣创作班，军董是班主任，咱许佩文是助教。我就是助教的意思，对，我是迄个班的学员就对啦，学员，不是老师。第1年是学生啦，第2年我变顾问啦。对。老师，我听讲，我是看你的资料吼，你已经得过很多奖了呢。是。还爱来参加这个台语班来当学员，来减学嘛，来踢馆的啦，来踢馆的，还是来？对，所以他们有咧塞咧去看咧踢馆，音乐人。办这个台语音乐创作，诗人来报名，那我们那种感觉好像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有没有？大刀面前耍关公。对，大刀面前耍关公。所以东西那个军董压力有没有很大？我相信他应该压力会很大吧。不啦，不加好到点啦。所以你们2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说，可以来合作做音乐吗？还是说后面有遇到什么事情来想说，我们来合作吧？无啦，因为我头一届去上课，伊做助教嘛，伊讲穿甲足花，跟那里差不多安尼啦。今日较含蓄，足花，我讲这个人哪会敢若第4代咧卖药啊？卡都是还是马溜？我有一首台语诗叫做《风吹》，风吹，我放在我这个面册顶悬，对，伊看到，伊甲我讲，先甲。我给你写曲好不？哇，是安尼开始的。对。所以我想问一下佩文老师，你怎么会突然间觉得说，哇，这首诗让我觉得很有感，我想写曲？因为《红吹》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就在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感情的连接上，很有可能你是那只红吹，那么红吹这是风筝，对不对？风筝，对。那可能会有一个感情的线在拉着你，对。但是你也很有可能是你是拉着线的那个人，所以就在讲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以及感情的连接。对，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诗我就特别的有感觉，所以就自动请缨啦，就自告奋勇说能够帮老师来谱一下曲这样子。哇，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听到你的诗被写成歌，然后被唱出来，当下的感觉是什么？足爽的，足爽的哦！从来无发生过这种代志嘛。对啊，因为我读小学的时阵，阮老师若叫我上台去唱歌，我不好意思唱，都是三鞠躬下台，所以我小学就有个外号。三叔公哦，三叔公，三叔公台语就是三鞠躬，三鞠躬，就三鞠躬，三鞠躬下台啊呢？对啊，那假老竟然有人替我写曲，当然就欢喜啊。对啊，感觉好像那个诗词活了起来，对不对？对啊，那这首歌风吹风筝，它用的曲风是什么样的曲风？它其实我们是用最返璞归真的方式，就是我们只单纯用一部钢琴。哦，我知道那首歌，听说是在白金录音室，对，然后是 one take。对，而且是我干女儿刚好放假回来，我干女儿王乃璇小内王，也是茱莉亚音乐学院主修钢琴的硕士，钢琴硕士，所以这首歌的钢琴是由他来弹的，对，没错。哇，怎么会想要用这样子的钢琴直接编曲来录这一首歌？哦，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做，因为这歌就是蛮赤子之心的感觉，想要营造出来。而且音乐其实最本质的时候，就是钢琴跟 vocal 的结合，我觉得会是能够把这个感情，它有时候你多在音乐里面多放一点空间感，反而想象的空间会变大，更大。对，就留白的艺术。所以我们决定就用一支钢琴来伴奏就可以，而且我们没有把它设计到很华丽。就是简简单单的爱，其实就是这么的简单。真的，爱其实就这么的简单。那在这张专辑里面，我想要先问一下，时间的皱纹为什么要用时间的皱纹这个名字？那这个皱纹它也许可以代表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有皱纹也许是伤痕，也许是记忆，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解释。我想要分别问周星汉老师还有徐佩文老师，你们个别觉得这个时间的皱纹，它的在这张专辑里面的主轴是什么？我来解释啦。不同的角度，比如讲时间的撩纹，本来是我一首台语诗啦。嘿，我是安尼写，其实在写鱼尾纹啦。是在写鱼尾纹。时间的撩纹伫阮头下花印，亲像树的年轮，累积万不回光阴。随望阮爱撑鱼头，鱼尾柳嘛是伫目尾见死。过来就是讲，爱因斯坦跟这 Stephen Hawking 都有同样类似的理论。是，伊咧讲，咱这宇宙足早以前就存在这种起落。宇宙存在的起落，我来帮大家翻译。就是讲，这个物质跟能量的产生，就致使咱时间、空间产生扭曲。扭曲是什么意思？扭曲扭曲顺便来就好像那个气球，加几啊顶悬细细点，迄种起伏。哇！所以什么是时间的撩纹？就是生命的经验嘛。时间的撩纹就是生命的经验，时间的皱纹也代表着就是生命的经验，我们人生的经验。那我想要问，从音乐人的角度，你怎么看这个时间的皱纹？像从艺术面的角度来看，例如说我们讲音乐，对，音乐其实从最早开始，例如说我们能够把它记录下来的时候，是用谱写下来的。对，你看那些谱所画下来的，是不是就是很像我们人脸上的皱纹一样？五线谱，对不对？我们先用这些五线谱多少才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变成是留声机里面的唱盘。是，你看唱盘上面有没有很多的刻盘的刻痕？对，那个也是痕迹。真的耶！直到现在我们比如说后面还有 CD 啊，什么光碟也是用刻盘刻上去的。对，所以我觉得，或者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的艺术，或者是一切看到的景象，例如说我今天看到美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我嘛是有时间的撩纹或者是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我们故乡的风景，其实所有都是由线条，都是时间造成的撩痕所建构而成的。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觉得好有画面因为其实，在声音上面，现在虽然已经没有那些唱片唱盘了，对，我们都是用串流。那像我现在录音，我们音波也是
属于撩文的一种我觉得超有艺术感的。对，听起来抽象，但其实你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对，超级棒。而且这首歌它是不是有出现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有做时间的撩魂，魂呐，我改了一个字对，专辑名称叫做皱纹撩魂，嘿，那你刮好做撩魂皱痕，差别在哪里？这我个人的语感啦，我感觉讲撩纹有一种较深刻的意涵，生团团团那撩魂就是一个魂俩嘛。在那最后一首歌《时间的撩魂》，老师自己来念歌词呢，对啊，出现老师自己的声音。那你自己在诠释自己的歌，自己的诗，当下录音的感觉是什么？迄阵咧录音室录完吼，制作人王爷私语讲，大哥录完了呢。还不意犹未尽，想说来10首，怎么这么快作品通通都来干了，录完了。那个背景音乐是由我们的佩文老师，是陈林双，陈林双重新他来编曲。OK，然后我在里面呢，我是把它做一个统整的，因为它正好是放在我们这整张专辑最后面，所以我就把前9首歌里面的所有的歌各取其中一段旋律。然后把它很巧妙的吟唱的方式呢，偷偷的躲在，就是跟老师的那个他的念的那个诗词是并行的，亦步亦趋的，对，就铺垫在后面，然后就等于是把这张专辑做了一个完整的。变讲第10首，许佩文是我的和音天使，和音小恶魔了，和音小恶魔，对，哇，我真的觉得艺术家跟创作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就是在作品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细节、巧思都是有精心安排的，并不是说，当然作品我们要凭那个感觉、凭直觉，但是后面的设计其实都还是有经过思考的呢。对，不是说我青菜走青菜露露随便弹个吉他，然后弹几个钢琴就会塞。对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讲究。那再来，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呢，我们的一开头，我们刚刚直接就讲到结尾，我们的开头这个故乡的黄昏呢，很面熟，怎么感觉好像在某一张专辑有听过，好像某一张非常经典的歌曲。是，好，文夏老师有一首叫《黄昏的故乡》，对，那这首歌它在开场的这样子的安排，以及老师你要做这一首歌，它有什么样的故事？这是安尼哈，他都有讲到这个台语歌谣创作班，对，军董就爱我包场请大家看电影，包场呢，包场看电影，哇塞，我们就去长春国宾，对，地下室 B 厅我们就包起来了，是看文夏老师夏日的文化洋行。哇，纪录片啦，对，啊，看煞我就写这首歌，哇塞，我就破译我的群组，我们的群组，歌谣创作班的群组，许佩文看到，手脚很快，马上，对，因为我之前也是有跟文夏老师啊，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小时候对，就是当陈升的助理的时候，对我们也知道升哥跟文夏老师的私交是非常好的，是的，对，所以就是想说，对这个纪录片的感受特别的深，所以就把它谱曲谱好以后，就完成了这个作品。那在我们专辑发行的刚一发行，其实第一个跟我祝贺恭喜的人，竟然是文夏老师的女儿王文姬，对，他来跟我说，他就说了谢谢你。真的，对，因为他知道我们这首歌就是为了要致敬文夏老师的，太感动了，我真的忍不住，我又想要哭。我每次录 podcast 讲到都会很想哭，奇怪，莫名其妙，就是有一些东西，做音乐做艺术作品，它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东西。对，没错，因为感动而做，你做出来的作品也会令人非常非常的感动。对啊，很厉害。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这一首歌《故乡的黄昏》。故乡，温柔的黄昏，红霞暗
水，念歌词。故乡，故乡，迷人的黄昏，日落青影，西门町，天际路边，喷水池，车声人影。好的，听完音乐，我们现在回来，哇，这张专辑真的超级精彩的，里面还有一首歌我听到了黑死摇滚，对，所以这个是许佩文老师你自己唱的吗？不是，这部分不是我唱的，是我知道这首歌它叫血脉，然后我们有邀请到这个血肉果汁机的鼓手，对，陈彦文老师来打这个鼓，那所以黑死的部分是谁呀？
黑石文文我们找了个幻日乐团的主唱来补这个部分，这样子。听说这一首歌也邀请了非常多厉害的音乐人一起来合作。另外吉他手我们也找了这个体雄专科的包子老师跟我们一起合作，因为我们希望这张专辑能够就像我们周大哥一直在这张专辑的理念他是想要说，他希望能够开放一个这样的平台，然后提供给很多不一样的年轻的一些音乐的上的一些高手啊，一些好朋友一起来共同参与这样子。老的也可以的，对，老的也可以，老的也可以，对。真的这张专辑其实每种曲风都有，每种曲风都有。那这一首血脉就是特别听完，就像他的那个歌曲的名称一样，血脉喷张，就很热血。那想要请这个周老师来帮我们说明一下这首歌在写什么？感觉他的这个题目很大你们会不会写这个会很害怕？我解释一下，这首呢，伊原本是一首台语诗啦。台语诗。这首诗呢，有放在我第二本诗集《风吹》内底。风吹。我第二本台语诗集叫做《风吹》。这惠美这首诗呢，嘛放在台南建成400年。对。有一本诗集叫做台语新时代。台语新时代。我是平心之音嘛，所以我就有私心甲放在最后一首。尾流呢，就是讲原本我咧写这首诗，我就设定讲伊是一首歌啦。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就是讲，莫讲不管母亲的名叫台湾，还是讲咱希望望倒数天光，我希望写予台湾的歌会使较莫遐悲情。所以我就写这首，我搁跟交代讲，这首我一定要伫金属摇滚，一定要金属摇滚。过来迄4句我一定爱伫黑石腔，而且我要求，我一开始就要求。老师你做新潮的呢，你对音乐也是蛮讲究。但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你被收录在这个建成400的这个诗集里面，已经是歌了吗？不是，它是诗，还是诗所以当下只是觉得这一首诗我要让它变成歌。就是讲我当时在创作，我就想过啊，我有甲当作歌咧写。对。所以你会发觉讲，我这张专辑有3首，伊本身是诗，风吹、阿母的新厝，甲这惠美。另外迄7首是做专辑再去写的歌词。若是诗有一个特色，我用念的就足好听啦。免用唱，我用念的你就当足好听。安怎为什么会这样子？诗本身它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写作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念出来就会好听？这是因为咱的母语阮的母语台语啦，因为每一个人母语无同，台语呢音足侪，比如讲伊的声庙就17个，声庙就是子音啦，声庙，韵庙就是母音45个，哇，足侪。过来阮每一字有8个音，即摆第6条较无去啊，所以你该想17乘以7再乘以45。很多较无2000个音嘛，所以自然就足丰富。所以我咧写诗也好，还是写歌，这个声韵家己会甲音出。有当你免去想伊，很自然而然，第2句就跑出来了。我觉得台语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说，除了老师说有非常多音之外它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有那个几声几声的。可能台语就是有8声嘛。你华语你即马主持人讲4声嘛，比如我举例嘛，虾仁炒饭嘛，虾仁炒饭是不是1、2、3、4？对，刚好1、2、3、4嘛。那台语8个。对。所以你如果同一个音，不同的音调，念法就无共。比如讲，意思嘛你这个刀啊，刀第1调，刀就刀子的刀嘛。刀，躺着的刀。斗第5调就变图啦，斗，就8个调嘛。斗，我的头全部都是那个。你那头就是滔，好难所以这8个有什么不同？就声调啊，对，就是你华语的4声，我们有8声嘛。那但是我说，如果这个8声，每一个字各代表的是什么？那你要看哪个字啊？比如你随便举一个字嘛，随便就好。我们就是讲头是不是？头 head 嘛head 你头你哪念第1调就是掏嘛，掏就是偷啊，掏物件，掏对啊，掏
套就把你解开，掏出啊，解套，套，比方迄个你想甲套，看透参透了，看套，套就套又来了，6跟2是一样，套就是比如讲，要毒死你那个套，毒死你，套毒药那个套，好有意思哦。所以台语真的很不容易耶。对，所以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因为里面很多曲子是我学的。我们就必须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做，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要想做的，就是我们希望台语歌写出来是人家听得懂，而且它的那个音律它是正确的，不要去误会那个意思。伊袂使给他作曲做出来，说还迄个念出来多音，误会意思，对，意思就无共款。所以这个对徐老师、佩文老师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对，但是就完成的时候会很有成就感，尤其是《血脉》这首歌，因为《血脉》这首歌里面除了用很多的平常我们教，但里面也有很多文言用字这样子。对。其实我的台语就很生活啦，我小时候是有。我阿妈是讲全台语的，所以有些我听得懂，但是爱讲嘛是无认得，也是有可能有迄个导音的问题在。对咩？这歌词唔听无啊？有文言有古典哈，文言文。一寡佛经的用法。佛经是啥物？就佛经了哈。佛经。你看《血脉》里面有一句：虚空周沙点睛，虚空周沙田径。虚空周沙就是讲，像佛经我们会讲嘛。对。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所以你也无读佛经的人，你有看无啊？我就无读佛经啊，难怪哦，哇，这个，那这一首歌，你知道了它的里面的意思之后，然后呢，邀请到所有的音乐人来一起共同编曲吗？还是说我们这边来编曲之后，然后再让他们有来自由发挥搭饼这样子，比较后者这样子。比较后者就是编一个大概的感觉，然后让大家加入自己的想法去搭饼，让60分变100分。哇，酷毙了！那当我们的这首歌完成的时候，星汉老师，你觉得就破费了？为什么？就破费？什么叫做开始要做这个专辑的时候，许佩文就预支了10万块，他说要添购吉他，对，添购军火，我就相信了嘛。对，后来做到这首歌录完，我非常满意。录完一出录音间，我跟讲许佩文，再买一把，没有10万块就送你了，奖励他，对，奖励他，好大方哦，因为真的做得很好，真的。这首曲开始做了以后，这首歌我觉得非常好听，而且。整张专辑听起来最有感觉，然后很热血，然后其实我本来就是比较少听摇滚热血的歌，但是我听到这个，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好听啊？我有要求啊，我这首我要金属摇滚，金属摇滚，我还丢了一个 sample MV 给他看，对，北欧一个金属摇滚的乐团，对，我还要求去戏骨一定要黑死腔，一定要戏骨是哪4句？会使给我念一解无？来。都戏骨黑死腔，黑死腔你会晓吗？标准啊，老师你敢会晓？断离碧大桥，守护母亲的倒数。天光笑情图，雷公四那极战果。草芥拉梯，坎坎坷坷民主路。阴风暗散，老神在在的自由国。有没有觉得老师那个说的比唱的好听？真的，这4句。被要求要黑死腔，是因为你想要表达的他的情绪是很满，对，就是壮阔一点壮阔的情绪。因为这首歌毕竟是在写我们这个土地上的这个血脉。老师，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首歌吗？的那个你想要表达的感觉。我一开始在写是用一个比较广的角度在讲几个宇宙，对生死纷飞，乌云大雾。嘛有写着讲，压杂的星球叉啦，找无徛起的所在，找不到立锥之地啊。立锥之地。嘛，一阵啊，迄阵有一寡心情是咧写咱这国家是现实的这种状况。写到尾了，当然是写着咱这汉字啊，行到咱这个倒数。哇塞！大家等一下，先来听看看这一首歌。感受一下，那当然在3月22号，
你们一定要来现场。好，这很多东西是我们很多音乐，我们在串流上面听，在 CD 上面听是一种感觉，但是现场可以听到哇，那个震撼力又是不一样。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聊。好。世界无声，哪无一片的空间？阮是风尘俗世的一粒沙。寒秋月，风野空看，昨的青丘插啦。无徛起的所在，浮浮沉沉，寂寞的航程，阮是阮好孤芳的小船啊，呼喊车节缓缓。家己的部队声。
好的，音乐回来，哇，这张专辑非常非常的厉害。接下来我们要再聊的这一首歌呢，它有 MV 的，它叫做是野花，野花这首歌是对，野花这一首歌，我们是在讲什么呢？这其实是安尼啦吼，我古早逐礼拜去爬山，嘿，有一天我一个老师伊要爬完山要载我回去，是，足爱唱卡拉 OK， 足爱唱歌，就讲大哥，你昨后写诗，无你嘛写2首迄歌词好啊？我啥物？伊讲秘密情人呐，秘密情人哦。那我在车上我就大概构思好了，一下车大概吃完晚饭我就写好了，就等那遐无用嘛。当然我这个小老弟有拿去看嘛，后来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就请这个佩文，对，谱曲，普通话若咧写歌词，会故意写多一点，对，我佩文去 Q 嘛。你若写旧要补，有时候补不回来啊，对，没有灵感啊，怪怪的哈。何况我对乐理又不懂，佩文就给他 Q 好了，有一天我在跑步机顶管咧练马拉松，伊卡来，用先讲这写好啊，不过最后一段有4句，对，金鸡日晓，哒哒哒哒，阮是你的亚辉哈，那个哒哒哒哒，他不知道写什么，4句要重复洗脑用的，我都在跑步机顶管都听到迄歌曲哈。噔噔噔噔，我讲就思思念念嘛，就金鸡日晓，思思念念，阮是你的亚辉，这是安尼来的。所以那后面4句是再多加进去，没有，本来就有，挑到插了一句，那一句里面有3段嘛，3句嘛，插一段都要安尼想出来。过来就是讲，我本来是足简单的想讲野花嘛。对呀，路边野花不要采。这是在写小三的心，从小三的。结果呢，我们每一首歌不是都有一个插图吗？对，这个是刘思雨 Stayfish， 他现在还在美国，旅美画家。伊要画 MV 的时候，讲 Uncle， 我想画成2个小男生呢，可不可以？你的野花是小男生的意思。他画成那样啊。OK， 我觉得都 OK 啊。是听众自己去想嘛。对，有比较多的想象空间。对，我不限制他们去发挥了。所以不管你的野花是男的、女的，还是第三性，都是自己想象。好，你的野花，每个人他的野花不一样。而且我觉得许佩文让我很讶异的就是讲这首歌我本来是聊做讲查某要唱的，结果伊唱了比查某较好听。台语有一句话啊，讲伊就较晓，你知道？伊就较晓。就我有为了这个歌特意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唱腔，听起来比较温柔婉约，对。所以没有吧，我觉得比较妩媚，好，比较小一点，比较小。那佩文老师，你以前在小护士，你自己觉得啦，你自己的唱腔是属于哪一种？就是比较直接比较直接 rock and roll 的感觉，或者是带点比较沙哑或喉腔会比较多一点的感觉。可是这次整张专辑来说，我算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最主要是我们的制作人王爷思雨在配唱的时候，他有刻意把一些我原本唱歌的习惯东西修掉，譬如说比较喜欢用喉咙去呐喊的感觉，他就把它修掉。或者是有时候我唱歌，有时候会有一些哭腔来做一个转音的部分。哇，对。可是问题这个部分可能我们想说，不要让人家觉得好像有一种，就是希望歌能够再脱俗一点，所以尽可能把有用哭腔的部分，我们换成别的版本这样子。所以整体专辑听起来声音会比较柔一点点，而且其实你在感情上的诠释上也非常的细腻，就是从第1首歌到第9首歌，因为后面有。第10首好像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也是有比较后面是和声小恶魔这样子。可能我听就是比较专注在听老师的声音。对，有一首歌叫做《我爱你》，里底有一个查某囡仔的声然后我看到那个名字，这个名字很面熟小婉老师小婉老师，他是一个 dancer， 然后就是非常资深很厉害的 dancer， 但我没想到。能舞善歌，对，竟然现身了，这么会唱，然后据说她是你的女友安妮，对，算是我老大了，这有梗的是什么梗？这是安尼啦就是讲专辑在进行的当中，有一天王爷思雨较好啊，是，讲大哥要有一首那个男女对唱会比较丰富一点莫讲拢伊咧唱嘛，我好啊，我念伊就互你，不敢啊。
问题我写东西很快啊，写东西很快，对，好好羡慕哦。我精神还未起床就写好，开无3分钟啊。我就想讲，其他高手不加重啊啦，我来写一个上简单的，上简单就3字啊，虽然其实无简单啦，我爱你。这我爱你呢，我本来想讲，跟网友讲要找某个女歌手来跟他搭配，结果呢？你别看许佩文啊，他城府蛮深的，他就拿他跟他女朋友合唱的就 demo 给我了，我就跟王爷讲，那就他吧。王爷还再问一遍为什么很勉强啊？那就他吧。不，我就他吧。王爷就讲，大哥确定吗？我确定啊。你再找不可能比他2个更有默契嘛。对。再来，小婉对唱歌算素人嘛。对。我很喜欢这样子。但是他唱出来的声音并不是素人的，听起来很好听。我感觉就好。过来里面还有一个梗，就是讲我爱你，简单3个字嘛。对。佩文唱得足准的，简单3个字。小婉是唱讲简单3个字啊，衣服会裂开啊。简单3个字。那我故意不跟他调整哦，拿来以后缩嘴用的哦。好的，说到这边，我们要来聊一下这张专辑。我们除了在数位平台可以听得到，我们还有实体专辑。对，实体专辑非常非常的漂亮，很精美哦。对，很精美。那可以来说，孔金个包银啊，对啊，这个金箔呢，金箔就是一个台湾的形状，金箔、银箔，对呀，镭射拢有。可以来跟我们讲解一下这张专辑的包装吗？对，这是安尼吼，我们10首歌。每一首歌拢有一张图，是这个流失与 Starfish， 就是我进前2本诗集，拢会替我画插图。所以我每一首歌我拢请伊画一张图。它不是只有封面有金箔呢。画完这10张了，即马专辑要出来，佫画这侧面嘛，封面这沓哈。这个邀请这个廖小志给我们做设计。哇！阮这块专辑呢，就是线的概念。风吹是一条线，思念是阿母的白头鬃，是伊甲因小婉唱的《我爱你》是姻缘线，红线嘛，就是一条线，所以我是线的这种概念，一直连接，从封面的那一条线，一直连接，每一页都有线，而且这个动画里面，因为你们的 MV 有动画，是动画它跟这张专辑里面的内页是相符合的。是，因为同款是刘思雨画，而且呢，我是叫伊画半动画。半动画为什么不全动画吗？我怕他算是2D，喧宾夺主。你专心听歌，你动得太厉害，我就觉得会喧宾夺主。其实，因为台语歌再加上老师写的这个文字，它是含义非常深，用的词很深奥，所以其实我在看动画的时候是很认真在看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当然动画也是会看，不会有喧宾夺主的问题。好，不会有喧宾夺主的问题啊。这时候录音，不是已经关那个勿扰，怎么还是我电话？这 call in 节目吗？不是 call in 节目，我在录 podcast 拍谁哈？没关系，不会剪啦，不会剪的，好的，我挂掉，不会剪 ，OK， 没问题。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这个专辑的包装。是，好的，这个就被打断哦。我们讲到那个动画啦，对，动画跟在内页的部分它是一样的风格，因为是同一个画师。比如讲，阮头一支就给这个放上的这个 MV， 故乡的黄昏，对，嘛是刘思雨 Starfish 画的，是。哇，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很精美。这张专辑我们在2025年的12月21号就已经上市了，所以你们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觉得对这首歌太有兴趣、太喜欢了，一定要去买，因为现在出实体专辑都是限量，绝对是限量的，限量是残酷的。对，没了就没了，好有感觉，快点的。对啦，再来最重要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在2026年的3月22号有演唱会，没错，时间的疗文唱好多数的情歌，对，演唱会，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演唱会上面近距离的听到、看到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而且其实现场听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对，那我们场地会在西门河岸留言，而且我们其实不光只是演唱会而已哦，我们还是会是讲唱会哦。对，因为毕竟我们有找到一位
这个 CP 值很高的主持人，也就是我身旁的周星汉大哥。哦，所以周老师你要自己当主持人？因叫我做的啦。为什么 CP 值很高？编辑嘛。哎呀，CP 值妈呢，就是还是要把这个台语诗词跟这个音乐新的这个台语音乐推广给大家，因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即便觉得这个音乐非常好听，但是对于台语的认识不多，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说故事的人。对，尤其是就是自己就是创作人，来把这个每一首歌的故事来分享给大家。是。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请2位老师，正在看。送给一句话给这个正在看我们节目、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听完这张专辑，你想要送给他们什么？让他们带走什么呢？这个专辑时间的条文写给多数的情歌，我是咧写时间、写空间，写咱人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押韵呢，多捧场。哇，那佩文老师呢？对，好，时间的皱纹这张专辑是我们呕心泣血，对，然后呢很认真制作出来的一张专辑。那希望这张专辑呢大家能够喜欢。那现在在各大唱片行都有在做贩卖，那各大实体各大网络通道呢，大家也都可以听得到。好，最主要是大家也可以去多点阅我们的 MV， 或者是能够上我们的脸书专页啊。例如说找我的专业的话呢，你就可以去脸书上面找许佩文，对，许是言无许，佩是上面的语，下面一个充沛的沛，文是文章的文，对，可以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周星汉。对，跟周星驰差一个字，浩瀚的瀚，浩瀚宇宙的瀚，太棒了！大家赶快去加入2位老师的社群，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更多的动态，甚至是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2位，然后专访到这么好的作品。雅威聊天室，谢谢大家，拜拜喽，拜拜。Kusinga Yawai Mauring, kita tak bawa ni lagi, sekarang dalam.